现在要用洁颜粉来洗脸，洁颜粉，你们也可以买起泡的起泡器来洗脸。那你们觉得粉刺比较多的地方，就多搓揉。用水把它冲掉，然后这是补湿补，就是先用这个喷雾喷脸。前面的步骤呢都是补水，先用天然，然后再用精华，再用能量后面再喷一次，然后最后一道就用这个energy霜喷一点，因为现在是早上我们就。等一下，它们就会慢慢的渗透吸收了。你们看一下。